再生水它依照目前的再生水发展条例来讲，它会有一个一定的水质标准的要求。那以我们今天看的永康厂来讲，主要是我们提供就是工业来使用。那工业来使用，以目前像我们这个厂，它就有要求到21项的水质。当时伊要做，阮所在讲经费遐大。要做起来再生水是，头我讲台湾第一做的，我也是足相信。但是问题是讲周边设备，要阮搭下手好势。永康再生水未来可以提供1.5万吨的再生水之外，我们在106年的7月份也获行政院核定我们的安平再生水的推动计划。那这个安平再生水推动计划呢，有3.75万吨。那目前由我们水利局，那现在在那个规划跟那个发包施工中。那现在那个我们预计在明年111年先期，在10月份可以完成初期的1万吨的供水，到113年可以完成全期3.75万吨的一个供水量。那再加上我们的那个仁德水质中心，也未来会供清美公司这边大概有1万吨的一个再生水，所以从那个永康、安平再到仁德这3座污水厂大概可以提供到6.3万吨的一个再生水。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湾由于地理环境特殊，河川又短又急，储水不易，经常要面临水情严峻的难题。为了有效利用水资源，台南市政府与中央携手兴建永康、安平、仁德再生水厂，推动污水再生利用，可稳定供水到南科，降低产业与民生用水的竞争，来因应岛内的缺水危机。近期已经完工的永康再生水厂是全台首座可稳定供应高科技产业再生水源的公共民生污水处理厂，同时也是一座兼具环保、景观、生态、休憩及教育功能的水资源环境教育园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我想，永康再生水厂一方面来看这个进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在这个现在的严重枯水期，能够提供至少是初级的再生水，能够提供给一般非饮用的民生使用。好，那这点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再生水厂。那估计现在在试运转期间，一天能够提供2500吨，好，然后接下来的目标是一天能够8000吨，好，那这个水质的部分现在还在做调控的动作，也就是说，将来如果调得比较好的话，那可以使用一个，甚至可以提供高科技厂，它的一个对水质的要求。那至少现在对于民生非饮用的民生用水，基本上是可以使用。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台南好食的酸鸭世界出名，深受国际友人的喜爱。虽然现在因为疫情，各种活动拢受到限制，但城市之间的交流袂当因此而停落来。为了协助台南酸鸭行销，日本福冈办事处特别促成这场台南市甲平户市的时顺会议，互相分享双方的特产美食。平户市跟台南除了郑成功的交流之外，有很多我们可以在文化上在各项的产业上交流的地方。我们谢谢黑田市长在平户市很用心的以台南的爱文芒果研发了日式的点心，我非常期待呢能够试吃品尝。此外呢，也要谢谢陈处长促成这一场非常具有别出心裁的视讯，一点都不会矮板，让大家不仅可以见到老朋友，还可以吃东西给老朋友看，好，让双方能够以线上的方式互相行销特产美食，城市交流，也能够突破 COVID-19 疫情
的这个阻拦而继续深化。因为疫情关系，虽然和双方无度面对面手握手交流，但借由这次台南爱文山啊线顶试车，增进农产交流，也和城市之间的情谊会当持续深化。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立委林宜景的服务处因为最近接到各界善心，愿意出钱出力，表达对第一线医护人员的支持甲疼惜。上午还佫有自己简餐，一家人请食，加鲜自然茶饮，送一包便当甲饮料，互市立安南病院由立委林宜景甲服务处的执行长、业者代表来关证。疫情开始以来其实我们地方很多的业者真的是爱心一棒接一棒，然后源源不绝的来跟我们服务处来说，他们愿意透过我们的牵线来捐助给医疗院所。他们知道第一线的医疗院所的人员是最辛苦的，那他们想尽一己之力，所以今天再度集结了包括鲜自来，包括知己简餐，包括一家人简餐，共同来送餐盒跟饮料。希望透过他们的一些小小的心意，可以给医护人员大大的温暖。那期待疫情赶快过去，那台湾社会赶快平静，恢复正常的生活。除了餐饮业者的响应，另外也有台湾的留学生，因为看到国外疫情严重，主动表示愿意来捐款做爱心，精神使人感动。我们很兴奋的是，还接到英国的留学生台南的女孩，那她透过捐钱的方式，然后嘱咐我们服务处来去购买一些这个食物，来提供给我们第一线的这个医疗院所。那所以真的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感动。这就是我们台湾人同岛一命的心。立委表示，这项的爱心活动是由业者主动来发起，对顶礼拜到现在已经送出500个便当加饮料，希望各界的善心会用来形成一种爱的循环，一帮接一帮，一直来传落去。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位伫中西区金城街这间幼儿园，一早起就陆续看到袂少的长辈，有的是带着孙仔前来，有的是较远骑奥多摆来。因毋是送孙仔来幼儿园，而是为了领免费的防护面罩。袂少的长辈表示，这间幼儿园真正是佛心来了。好啊，为了安全啊，可以保护眼睛啊。院长啊，就照顾这个小区。对这学生啊，咱真正听堂风评就好个啦，佮做这慈善事业安尼，贡献真大。院长足亲切，阮的2个孙仔拢伫遮读，真好啦。大家拢迄个真照顾阮这幼童这囡仔，足好个。伊的贡献很大，我感觉伊这回来发这个防护面具互大家使用大家感觉拢足欢喜的。平时热心公益的园长陈春凤，之前嘛曾担任过幼教协会理事长。虽然现在疫情有较平缓，但日常的防疫嘛袂用的放松。尤其疫苗的施打期间，为了互长辈加一层的防护，伊嘛准备了600个防护面罩，免费来提供中西区65岁以上的长辈来索取。当初呢，会发起这样的一个起初的动念真的是看到媒体新闻每次报道我们的死亡案例，每次内心都是非常的一个痛苦，非常指数非常高。那我当然希望说，现在就是一个老人家在施打疫苗的期间，我希望他们能够带着防护面罩去，能够保护他们，也保护其他家人。那出去外面，如果在人潮多的，或者在菜市场，或者是大卖场，我也是感同身受，戴个防护面罩，至少可以安心，至少不会被传染。这个是我们非常期待每个国民大家都能够健康。除了提供长者免费的索取，另外幼儿园嘛赠送每一位小朋友一个人2个，提供家长保护家己，嘛保护家己的小朋友。这项的活动对今日起，伫个金城街幼儿园来发送，限量只有600个，送完为止。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这2年这新冠肺炎很讨厌，很讨厌啊！尤其是我这么大体孔的要呼吸空气就很危险了
所以各位看哦，口罩非常重要。摕到大鼻孔的检测来公告，提醒大家防疫期间喙安的重要性。新冠肺炎疫情3级警戒也未解除，此外喙安也是爱挂条条。也因为如此，喙安的色水甲图案嘛变成一种事件。因为医疗界喙安变化无济，所以安平平安文创业者就特别将安平守护神检测作为主题，设计出保卫喙安。疫情的时间，大家需要平安嘛。第二是口罩的话，就是就像剑师一样嘛，在前面挡着嘛，挡着剑师嘛。那把这个口罩的元素包含到，又看起来它是一个长期的结合生活的这一区块。所以视觉上的一些丰富度啦，还有一些造型的搭配那包含到环保的这个观念，让我们想到说，应该来把这个剑狮跟平安还有这口罩连接在一起。那我想这个是一个未来穿搭的一个应用。施柏峰表示，这下的检测保喙安，除了设计是相当的古锥显目以外，佫会当搭配清澈，更会当重复使用。更重要的是，检测佫有辟邪辟妖的传说，所以挂起来更加一分安心。那因为剑狮是400年的一个在地的产物嘛，它代表辟邪祈福嘛，也希望透过剑狮的这个设计，结合这个口罩，带给大家，希望这疫情赶快过去，大家能够重新获得平安。目前这个保喙安并无大量生产，单纯会当帮民众客制化。施柏峰表示，防疫期间喙安爱挂好挂满，加上检测辟邪功力。挂检测保喙安会当加一张安心。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最近疫情确诊的人数名也是各伫2位数到3位数的之间。3级警戒嘛对咧第2摆延长来到7月2号。伫警戒期间，艺文的相关活动全部停办，但是伫场地租金嘛是爱继续付，所以伫咧营运上有相对较困难。业者表示，因为现在这个非常时期，无法度营业，搁要纳租金，实在是造成真大的压力。武汉肺炎疫情的一个影响，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下达第一波的这个第3级警戒以后，那我们台南市政府也立意良善，有针对我们文创园区委外的场馆呢，来进行这个租金跟权利金免收的部分。那第一阶段呢，其实是到6月14号，所以在近期也接收我们文创产业的业者有在反映说，目前知道的讯息还是在租金打7折的部分。那在这边也希望可以向我们市府来争取，说在我们委外场馆。因为文创产业这个经营不善那也被强迫要关闭。在第2波疫情也延长到6月28号，甚至于昨天我们疫情指挥中心也要求要延长到7月12都是为了预防这个爆发性的这个旅游。那所以呢，在这边也希望呼吁，在委外场馆，不管是在国产署的部分，或者是市府本身呢，都可以针对我们的义务产业的部分来给予租金或者是权利金来免收的，降低他们的损失。议员嘛强调，因为疫情的关系，伫咧各行各业拢受到严重的冲击。台南文创产业受到疫情真大的影响，但是伫场地租金免费的部分，敢若有到6月14号，对6月15号到6月28号嘛是爱收7折的租金。议员呼吁市府会当继续把好的政策甲延续落去，帮助相关的产业做伙渡过难关。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因应疫情，停课无停学，学生伫厝内透过线顶学习，拢需要长时间近距离用目睭，长期以来恐惊造成视力恶化风险。对此，严公司以个人教学经验，嘛认为线顶几节课专心上落来，目睭真正挡袂牢，对学童嘛是真大的伤害。那人手一机在学校的话，还有可能说，下课的时候跟同学出去散步。打打闹闹，可能就会暂时离开这么近的阅读距离。
可是你在家的话，就必须一定要盯着电脑、盯着手机，甚至盯着平板，而且长时间的。而且你线上授课一次都是大概将近1小时嘛。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授课的一个的环节之下呢，其实对于学童来说，不管对学童还是对老师来说，对他们眼睛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根据国民健康署的统计，细汉时近视，大汉就容易高度近视，一直到目前国中3年，10个人就有9个近视的高比例。所以严公司嘛进一步要求教育单位要缩短线顶上课时间，同时建议定期视力检查，一旦有异常，得马上移除。他一直盯着电脑，其实对他自己本身的用眼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压力。那么如果说我可以可能跟学校取得一个共识，说，我们可以把上课的时间稍微缩短一下，因为以往上课时间大概是45分钟到1小时嘛，我们可以缩短到大概30分钟，然后大概是休息个5分钟再来上课。站在我们验光师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对于近距离的这个用眼的这个眼睛的度数，可能我们也要去就近去调整。定期筛检最好是半年1次，但是如果说他真的常常在用眼睛看3C 看书的话，那可能缩短那个检验时间可能稍微短一点，可能3到4个月可能就要看一次，是不是度数有增加？对，然后是不是有那种视觉疲劳的情形会更加严重那样子？为了兼顾远距离教学品质，甲学生视力保健，家长嘛需要尽力来把关，注意囡仔使用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时间，协助正确用眼的习惯，避免伤害灵魂之汤。台南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